伫中华殿中的高山寺呢，有日本时代所留落来的神社的遗址，包括着用来放祭奠器具的库房。也毋过即卖呢，所风声讲这庙方有要甲拆掉的拍算。文化局是表示讲，其实地主呢只是咧做水土保持的工程尔，目前已经甲暂定这古迹，避免时间的破坏。 这个所在是过去日本时代殿中神社放祭奠相关器具的库房，已经有86年的历史。即阵说风声讲地主暗算要拆掉，伫网络引起不少讨论，在地民众嘛真关心。1939年咧起的这殿中神社，对殿中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历史发展的建设，嘛是日本时代伫殿中留落来上大规模的信用设施。其中除了这个汽机社之外， 还有石灯笼，而这个昭和14年有这个碑，等于讲这三个日本时代所留落来这个文物吼，殿中吼足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。文书工作者表示，1939年起造的殿中神社是日本时代元林军的第2座神社。1957年改建成做高山寺，即阵干那剩放拜拜发起的库房、石灯、石碑等等。面对网络风声讲要拆库房，地主真无奈，表示因只是咧做公用设施的相关工程。文化局目前嘛已经先甲库房咧做暂定古迹。田中蛇社遗迹所有权人为古山市。25号中午，文化局接获民众通报，立即派员并与文资委员一起到现场查看。现场的确有看到一些公事在附近进行所以马上依照文化资产法第20条规定，先暂停古迹文化局表示，随后会依照文资法进行相关的审议，希望大家做伙来守护重要的文化资产。文书工作者也认为，政府应该透过这个机会，甲地方、土地所有权人好好讨论沟通，互有文化价值的位置会当保存落来，嘛袂互所有权人感觉权利有损失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